佢原本想潑嘅其實唔係佢嘅前度男友，一段只係拍拖咗大約2個月嘅關係，最後竟然變成一單潑鹽酸案。今次受害人係22歲嘅男仔阿 Q， 疑犯係19歲嘅女仔阿淼。兩個人原本喺同一間公司識，阿淼係兼職嘅員工。之後兩個人開始拍拖，但呢段關係好快就出現問題。阿 Q 話拍拖期間，阿淼情緒一直好唔穩定，曾經試過自殘，亦試過喺醫院自己拔走鹽水喉，搞到成地都係血。佢話阿淼曾經用木棍打佢，又用門夾佢啲手指。仲有一件事好關鍵，阿淼曾經去揾自己嘅前度男友攞嘢，結果俾對方打傷。當時係阿 Q 送佢去醫院，但之後阿淼竟然同朋友講話係阿 Q 打佢。去到呢一步，阿 Q 覺得真係頂唔順，連阿淼爸爸都同佢講，如果你頂唔順就走啦。最後阿 Q 決定分手，佢甚至要搬去自己小朋友嘅媽媽屋企暫住，避開阿淼。但分手之後，事件仲未完，阿淼繼續纏住阿 Q， 甚至整爛佢嘅電單車。呢件事有閉路電視拍低，阿 Q 亦有報警。之後阿 Q 開始同新女朋友一齊。有一日，阿 Q 同新女友喺市場撞到阿淼，雙方因為電單車賠償嘅問題又嘈起上嚟。不過阿淼嘅講法就係，當時阿 Q 同新女友喺公眾場合鬧佢，令佢覺得好侮辱。而呢次爭執就成為之後嘅導火線。喺第2日嘅朝早，阿 Q 如常返工，點知阿淼竟然去做嘢嘅地方向佢潑鹽酸。阿 Q 形容啲液體一掂到皮膚即刻冒煙，件衫開始溶，仲黐住皮膚。佢當時完全唔知發生咩事，只感覺到好痛。之後佢即刻衝去向警衛求救，保安就帶佢去廁所用水沖身，之後再送院。阿淼之後承認佢原本想潑嘅其實係阿 Q 嘅新女友，只係因為揾唔到人，最後先潑向阿 Q。佢仲話自己唔係想殺人，只係想令對方受傷冇得返工。事隔8個月，阿 Q 仍然未能恢復正常生活。佢左邊身大面積燒傷，左手因為皮膚收縮幾乎舉唔起，關節活動困難，頸部亦因為傷口拉扯導致頭歪，需要再做手術。醫生要定期幫佢清走壞死嘅組織，再由身體其他部分攞皮做植皮。治療到而家仲未完。而呢8個月，阿 Q 嘅生活幾乎崩潰，佢做唔到嘢，冇收入。原本有2架車，一架被整爛，另一架因為供唔起而被拖走，甚至連買奶粉俾小朋友都有困難。佢話有時覺得死咗佢可能仲好，因為覺得自己變成屋企人嘅負累。而一直喺佢身邊照顧佢嘅就係現任女友。除咗照顧阿 Q， 佢仲要照顧2個小朋友，積蓄幾乎用晒，壓力非常大。至於阿淼，之後又講出自己嘅版本。佢話阿 Q 曾經借錢唔還，又話阿 Q 同佢未正式分手就已經有新女友。佢亦都話自己有抑鬱症，但係同時佢承認自己係有意識去做呢件事。案件目前以企圖殺人方向處理。律師話有抑鬱症唔等於可以免責，因為呢件事並唔係完全失去意識之下做出嚟。呢件事另外一個爭議位係，案件發生已經8個月，點解最近先第一次正式落口供？點解進度會拖咁耐？另外阿淼未滿20歲，根據泰國法律，父母有可能需要共同承擔民事賠償嘅責任，但阿淼就話佢父母冇嘢做，亦冇錢。呢單案最恐怖嘅係，為咗一段只有2個月嘅關係，一個19歲嘅女仔竟然親手毀咗另一個人嘅人生。